今朝我有搭粉丝一来，带高兴去白相。我送苏州上车，你送红旗上车。哎，弄好弄好，哎，哟，阿拉下车碰头啊！下车碰头。 伊两个人侪是劳动人民，所以用劳动人民的方法白相，所以收退休工资3400。哎，是个样，是个样。我一个是第二道到那浙江乘公共汽车，头一趟海的几辰光，29年之前搭来了一趟蜜月来杭州，你不说得打的。现在三个人两个人班车啊，还是我跟你讲了，非大单，39块钿生下来的，39得来，你想想看，一顿中饭出来的。伊两个人再到我这里，侪是饥口婆手，穷游啊，穷游。实际上你不穷，我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精神可嘉。乘着1个半钟头公交车，现在你先去寻个旅馆，先拿身浪向个摆放脱，反正是个发自己面膜感。哎，你这还得去看看个房间的，不灵不来三个，我进去数到最低的。80块一个晚上。哦，不是在这个里面的，在外面的。这里有没有星级宾馆？这不用看，房间都是一般的，你只要求星级的话不去看。我出来白相，数一定要数得海，吃口是别家店，屁是该费，2块40块，侬看看这种地方，我进也不要进去。我可是从苏州最大高兴的，特别讲旅馆一定要上档次。那当是全中国最大的样板山市场，中国毛山基地。我那天呢，面板山外头侪是应用山，来了面板山外头皮夹克，所以你现在非常得了我身上3、5块洋钿。懂了，搿可以。那个我还熟是吧？在阿里个我还进去看了。那个是技术用品啊。那么打哪一年一份？我才打来的，我。你外家打的？打的。外啥打的4块钱也打的。你要是真买来480块个。上市803。我是823。到我再去到侬的啦。我到了，来开车去看看。我到来了到蜜月分数高一大海个房间，你数到半空洞，不要再讲我一年来查房间嘞，查结婚证。来到呢，同乡市一览无遗，来江浙沪范围内，接着翻过上港、中关岭的。你1米几啊？我1.63米。我1米6呀，我哪能比你高呢？缩了呀，又缩脱点呀。乖，烫用了，嘎。哪能介大啊？你看他点3盆啊，点了大盆是不得了嘞。同乡第一餐，味道哪能想不了？爷叫的，养这个养。侪是个鸡脚胗有点养鸡味的。有眼味道。哎，养鸡，我搿搭点侪是晚吃晚餐后。侬今朝看到我个吃头书了伐？来吃3张，我还想去摸2、3张，而且我夜里我还知道吃。